管三炷香，保阖家平安，是每个信徒的信念。哈嘎引对三山国王信仰极为虔诚。当年越东乡民移垦台湾时，随身侍奉来台，祈求平安。三山国王是哈嘎引移民的守护神，因此只要有哈嘎引的梯房，就会有我们三山国王庙啊。三山国王的庙啊，起源在那个宋朝的时节。宋朝的时节呢，今晚皇帝出游出游不梯房的太侧保卫做皇帝。当那的时候，乌头前就太光，后背日就对边，所以讲皇帝啊，走条无路的时节啦，叫做对天足够啦讲那3年在救我的时候，我皇帝做王，讲忽然间三座山都对天降下来，那个册拄隔开，皇帝就得救了。所以讲皇帝就封那个山做三山国王。天宇中的传说有三兄弟，真有义气，真有正气。皇帝出游时在受到那个地方的册保护，那三兄弟来个结难兄弟将那个册打走，所以讲救到皇帝。那个3个兄弟呢，每下就不谨慎坏事，所以讲我覆盖皇帝追封那3兄弟，三山国王。在鹅伦庙奉祀的是哈嘎引所信仰的三山国王。位于车水马龙、热闹市区的鹅伦庙，是街头巷尾的后领旗。暮鼓晨钟是庙宇例行的功课，因此钟扮演了木林报时的重要角色。对于鹅伦庙的古钟，却曾经有过一段失踪40多年，重新再寻回的故事，有你做唔得唔知的传奇。民国30年，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。太平洋战争的时候，战到动力，日本呢无按多的金属，后来做太炮了的，所以讲叫做小掘了的民间的铜铁就做太炮，所以讲在当时那个钟也被日本强拿去。按达兰的老百姓呢，太个真唔该看来，你经过30-40年的时间，个老庙公张立春先生呢，叫做去太湖，去太湖的时候，经过个太湖个分区，佢一看哟，上边就写个鹅伦庙，走佛4年做的，系嘛看到叫做转来就事实讲，应该做很菜所以讲这个管理委员会个地方人士去交涉，交涉了后，个就也感觉也实在是大兰的，英国个大兰鹅伦庙的做，将在民国72年元宵节将娘应该那个古钟转来，所以讲那个古钟是那个落难的40万年那个故事呢，就安尼传出来所以讲那个大兰人太个真欢喜。历经千辛万苦、失而复得的古钟，再让我们大南人民感念得之不易，因此更加珍惜。哈嘎引天生就是悲天悯人的情怀，对大兰的镇民而言，这古钟已成为镇山之宝。大兰鹅伦庙是本镇的客家人的守护神，佢对本镇带动那个农村百姓的团结，跟那个落实真团结、真和平，真善忘，所以那个庙对人来讲是真大的信仰中心。宗教能安定人心，信仰可抚平心灵。我们客家人以刻苦耐劳的精神，为生命寻找出路，透过宗教的力量找回自己，也找回属于客家人的生命力。